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日8月1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几项新闻事件。咱看到讲，昨透暝台南破雷公雨，市政府伫6点13分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婚林西里之后，真侪菜园口大水淹着。香港反送中抗议的人士昨暗将花莲机场客甲填填，抗议警方过头行逆。特首林郑月娥讲，香港进入紧急的情况。扩大秋天、冬天这两季国民旅游奖励计划，9月要起行，针对团体行程，一个旅客加补助500块。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台东、南平连续受短暂的阵雨，甚至佫会加咧弹雷公。到今日透早，一波一波的大雨嘛是无效。气象局已经针对台南市、高雄市发布下落雷公雨即时的警戒。气象局表示讲，小空气呛悬、冷空气降落，这款对流常常引起雷公四呐，佫有临时拼落来大水雨，甚至有可能会假大风。佫较食力就是落冰雹，咱嘛着爱特别注意溪水涨起来，万不利排水若佫歹食，四周围就会淹。嘛有气象的专家指出讲，这2日的大雨，就是里奇马风台带动的西南风，佫再去予 Crossa 风台加强落去，致使甲台湾中南部的外海水气增高，不时都有四呐咧劈。甚至讲会发展出假雷啊风，观众朋友，咱大家当着要提高警觉。高雄昨暗半暝嘛开始变大雨，市区有可能微积着水，不过加减拢有较少。敢若田寮区的西德里积水超过规人悬，加载住伫咧遮市民拢已经有撤走。另外，佫有上届新子弹消息是，公山区昆山西巷发现一只机车去予水流去了，车主即阵也找到，是真不幸来牺牲。来到高雄田寮西德里，已经看无原本的车路，厝全部拢入水。落几暝大雨了后，当地水上悬的所在，淹到2层楼啊悬。嘛伫早起6点的时阵，赶紧来撤离住户。民众都撤离了，拢撤掉。当较严重，会再靠大时，他淹了他就1公尺，他就1米2啊。面对大雷公雨，高雄市府早起8点开工作会议，由高雄市长韩国瑜主持。接落来，伊嘛去田寮等等的所在勘灾，取消原本的市政行程。不过，面对真侪所在拢积水，也是有民众甲民意代表伫的面车闹话，阁有人问伊真是哪要？进屋那个预计的那个计划，就跟我们水利局帮协调，让我们了解，好不好？我们跟水利局联系都非常麻烦一下。OK，预计怎么清淤，每个年度的时候要清淤多少次？好。中南部大雨落袂停，台南市透早紧急宣布停班停课，但是高雄正常上班上课。韩国瑜讲无到停课的标准，而且市区的水退甲真紧。不过上新的消息是，公山区昆山西巷有一位工地，有一个骑车的查某人被水冲去，警消已经伫中昼12点50的时阵找到遗体，已经不幸过身啊。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台南市自昨暗透暝一直变规破的雷公雨，永康、仁德、归仁，各市内东区遮拢有所在去淹着。天都还未光咧，都有民众变起来款家私砸水冻水咯。市政府嘛伫咧6点13分宣布，今仔日停止上班上课。另外，滨东关南平沿海这线嘛是咧下雷公雨，不过敢若春日乡因为路长有停止上班上课，所以讲嘛有民众烧钱伫咧潘明安馆长的 Facebook 写二老话批评甲发泄。透早天也未光，雨落真大，有民众对参像溪仔的路撩水出门，有的佫牵机车，就惊水会淹入深。车到腰了，我这边都是湿的。我们从2点半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淹到小腿了，然后我们发现的时候就要准备把车先往比较浅的地方。台南东区昆山里对半暝11点就开始落大雨，部分的路段到半暝3点已经淹到门口，为民众起床冻水，但是效果有限。大概11点多就开始打雷，然后开始下大雨，这样子下到现在都没有停啊。天光以后，大货车要入去市区送货，才发现台南东区仁德真侪路拢淹水，四界会使看到民众徛伫咧水内，车嘛浸水。来上班的人发现根本行袂到公司，学生到学校嘛才知影已经停班停课。我大爱在做这个也无啊，袂去过啊，阮公司伫遐哩呐。我是守卫啊，好。
今天停半停课你不知道？知道啊。因为超过4个行政区淹水，台南市政府伫6点13分宣布停班停课，不过也是有民众未负注意就出门。市长黄伟哲解说，雨水变化真紧，已经尽量提早宣布。6点在5点半的时候，那个时候都还在讨论，那个时候的灾害的情形以及雨量会不会延续，我们都还在讨论。我们已经尽可能提早在民众出门前，尽量提早能够宣布，不要造成民众出门塞在路上，才收到停班停课的消息。真侪市民也是有因为唔免了水去上班，伫个网络讹了市长。不过淹水灾情严重，市府知影世界看淹水的情形，希望找出改善做法。记者温建恒、王介川、柯建准台南报道。咱来看云林，这正是真侪款菜色果子主要的产地。近2日有一寡菜园地势较低，大水排袂离，已经有去淹着。嘛有农民甘愿拼出门予雨压，就是一定要去园林加减收割。在个果菜市场，今日是讲菜价敢会较浮，就要等天气较好咧来摘才会准。不过咱公司的记者已经确实掌握到，早起菜市再来果菜市场交的额，有影都有较减咯。大雨拼几暝，云林西落农民来顺菜园，却因为雨路伤凶，边大排水下袂离，水泉淹到田里，农民落田里行，水强要淹到腰，规区菜园拢浸水，农民烦恼菜拢浸水，无通收成。西里大狗吼，拢摆遮来啊，大狗水拢摆遮来，倒灌啦，倒灌所以才灌入遮规田拢淹了，这就是吼设计不良啦。虽望雨过来落，不过要求农民趁大雨紧收。在地农民讲，落雨害真侪菜叶拢歹去，真侪青菜拢浸水，若无紧收，惊这菜拢会烂去。伊话倒去就了就烂去啊。今年会使扣偌济？大约我做，而且偌济算偌济。因为透西南风，云林自半暝3点开始做雷公雨，雨一直落到早啊，造成西螺种菜所在地势较低，迄几位全淹水。西螺果菜市场表示，早起收无遐济青菜，菜价敢会起，搁爱评估。这波一次的话，对田间有影响，比较低洼的地区都有淹水了。叶菜类要等气候放晴以后，才能知道说损害程度到什么样子。才有办法知道说它菜价到底会影响到什么程度。西螺果菜市场也讲，菜色受大雨影响上济，不过高选的菜色拢到差不多。昨昏西螺果菜市场菜价1公斤是大约30块，刷落来菜敢会起价，我要看青菜受损的状况才知。记者综合报道。中部连续线变大雨，咱换来看中华的景观公园，规个煞变做水池啊！连一寡台嘛收起来草坡仔顶，高速公路中华系统交流道下底暗坑嘛积水，搁有波岩遮嘛是几两位水拢下袂去。另外，伫咧台中市地东连带落雨所造成南屯向新南路遮路面碰一碰，掠起来有2公尺4方的跨度咧。大雨一直落袂停，彰化市伫咧彰化系统交流道下骹的彰化景观公园，加做一个大水池，真侪设施拢予水淹去，上深的所在淹到人的大腿，差不多半公尺悬。景观池市的鱼仔拢受到草坡仔顶，不过现场无救封锁线。哇，这也太深了吧！草地铝都流出来了。彰化市公所表示，景观公园淹水主要是因为后尾船倒灌，会赶紧做好警告。因为彰化这2日出现1点钟雨量40毫米，彰化系统交流道暗坑嘛淹到骹重，赶紧甲封起来。波岩环金路波岩大排水位涨到用要满出来，加上爆花落落，虽望在地居民家己有起红木头围仔挡水，也是无法度甲水挡掉。还袂烦恼，我消会出去话啊。落做这起来啊，嘛无效，无啊，嘛是淹过，嘛是淹过啊，我是倒灌入啊。台中市区12号大雨了后，一直传出灾情。南屯区文心南7路较向心南路口出现200公分长、180公分宽、坡10公分起来的路面闭开。在地里长指出，这已经是向心南路第3摆大水雨，造成路面毁损。好像是第三次，都是这条路，但是那个范围就好像没有这么大。品质不管怎么样，为了人民的安全不管怎么样这个加强是一定必要的啦。是会从这个路面的那个柏油的部分窜出，所以才会造成这个部分的这
个路面柏油有损坏的情形，有一些疑似这个雨水进入的点有做一个封除的动作啦。台中市水利局指出，这个路段可能是水流汇集的所在，才会造成路面闭开。污水管无问题，等天气变好才来修理。会针对这个路段已经害3摆的问题做全线的检查。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咱来讲为着要带动国内旅游较兴咧，行政院要求手下各部会提出扩大秋天甲冬天这两季国民旅游奖励计划，9月要起行。针对一寡特别的团体行程，一个旅客会阁加补助500块，实在值得咱来斟酌一下。 9月上路的扩大秋冬国民旅游奖励计划，除了观光局按算开36亿补助以外，行政要求各加码。第2波由各部会预算支出，以农委会为例，将奖助到受限农场的团体，到观光工厂的团体由经济部补助，客委会补助到客家小店的团体，每人补助500块。第2波补助方案由观光局会整。 按算拜时报交通部核准后对外公布。你想去玩就去玩，不会说为了那500块，就更积极的去玩，应该是比较不会啦。就比较用不到，对啊，因为都在国内，自己也比较清楚，就比较清楚啊，不需要去跟团。各部会这边自行来筹措经费来支应，那并不会在观光局的36亿的经费里面。 团客是毋是爱过暝才有补助？观光局表示，细节拢爱报交通部，了后才能对外公开。加码补助消息才出来，都未少的旅客咧问。毋过旅游业也无收到公文，无法度确认补助的细节。部分业者为了揽客，只好先去收折扣了后介绍给旅客。警告业者表示，加码补助国旅也保庇了国内旅客无要来损失。应该是把钱从国外弄进来，而不是用国内钱在那边轮转。所以我们希望是说，像日韩现在贸易战，我们反而应该是大量的去吸收、去吸引日本、韩国的观光客来台湾。业者表示，福建日韩时代台旅游自由行的人上济，政府伫振兴国旅之际，其实也应加强对附近国家的国际行销，增加国外旅客来台湾，这样让旅游市场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新北市南口。 进前去予世界大学运动会选手大的大楼，即卖已经转变做社会主体，有2500户，也是全台湾户数上界侪社会主体。即阵已经有1600户已经租出去啊，剩的9月公告要继续租。主管机关也强调讲，即便租的条件放较零，毋过有社会主体推动的团体就认定讲，当即卖租金是市价8成，若弱势团体才有减到6成。 对着生活较暗斗，这个低收入户来讲，租金的负担也是伤过头悬啦。南口世代运选手村转做社会主体，去年7月正式绥人。第1阶段将近1600户已经完成出租，第2阶段招租计划按算伫9月初公告，强调条件放零，做好更加侪弱势低收入的家庭。那目前是大概有1500多户，快1600户的入住，那后续还会持续的招租。第2波我们招租的3室房的部分，我们会用个人家户所得来比照放宽我们这个3室房它入住的一个条件，我们预计在9月会公告。南口社会主体强调租金俗，一般户差不多市价8折，低收入弱势者差不多是市价6折。强调相关的租金未超过2万，但是根据内政部公布的主体动向需求调查，有领租金补贴的民众超过7成认为，相关会当负担社会主体月租金差不多伫8000块以下。其实未少低收入弱势者嘛是税未起社会主体。可支配所得的30%用于做住的一个用途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以香港来讲的话，其实它的租金是非常低的，排队排很久，但是一旦住进去了，它的租金是非常便宜，大概都是3折以下。目前台北市政府有提供租金补贴，社会主体的租金会当降到市价4成左右，但是其他5都上价只有市价6成。社体推动团体建议政府袂当干那顾冲社会主体的数量，社体制度嘛爱定检讨，提供更加侪租金优惠，才会当有影帮助到低收入弱势者。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一件教育互人真唔甘的消息。人本教育基金会接到嘉义县平南国小家长检举讲，有一个姓林的学校的导师，长期间用手机来设群组，互伊同班同学者的学生，大家拢来拜贴
因共班内底一个学生，公开新闻这个学生这种行为，学校的调查小组敢若建议讲拍伊的考绩一等尔，人本基金会就要求重新调查，应该将这款不当的老师改读职务教养。这1年以来，我真的忍受非常大的压力。虽然孩子没有出问题，但是身为一个母亲，你这样欺负了孩子，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讲到后生伫网络去互霸凌，赞同学的妈妈情绪真激动，伊安怎嘛料想袂到，并且 message 号名做反侦讨厌团的群组是细林的班导师建立的，而且佫不三是煽动群组内底4个学生甲伊的后生孤立。11月6号的讯息里面有写说，请继续跟3号保持距离，冰冻他就是了。甚至讲说，告诉你们一个好笑的事，3号今天在球场被打，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着跑回办公室求救。他在合理管教的一个借口之下，他什么样的管教行为都弄得出来。事实上，这些老师可能不清楚他的行为已经造成学生伤害了。去年9月份到今年4月份，总共8个月对话记录，八到300多页。记录是安怎公布出来？是群组内底一个查某学生，去互妈妈发现伊伫遐入口，讲是班导师要踢伊出去群组，看手机的对话撮一条，随来去甲教育处来投诉。那调查结果，我们觉得可能对学生的身心伤害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老师的发言确实造成了学生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也调整个调查，以请我们成绩考核会来做处理。学校调查小组用管教无妥当的方向，做出甲考绩拍伊的建议，佮加上无校外人士。日本团体佮一届发文去教育处了后，校方叮嘱校外人士在内小组准备佮一届来调查。日本认为这个导师应该爱甲撕掉，而且目前学校的霸凌敢若处理学生对学生，却无老师对学生，应该赶紧甲制度处理好，互所有学校的霸凌拢会当有公平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有一款欠缺注意力、过头高震动佮坐袂牢的症头 ADHD， 是少数的囡仔人常在去治疗的神经生理的病症。过去专家拢认定讲这是当地人的遗传，佮有神经内面负责传送的物质有各样才来起因。不过中央研究院上新的发现是讲，这跟欠血过敏嘛有牵连，就是讲有囡仔会用得经过饮食，就是食落别的物件来改善病症，甚至讲是降低致病风险。囡仔人上课无专心，佮有冲动含过动，这拢是 ADHD 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的主要症状。全台湾平均100个人，差不多有5个人至7个人是过动症的患者。过去定被认为是和遗传、脑着相等因素有关系，但是中间医团队找出4项风险因子，包括贫血、血清素偏低，以及免疫球蛋白较悬等项目。血液里的血清素是一个神经传导物质比较低或者是有贫血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有过敏的小朋友，他有这个过动症的这个倾向就比较大。越多的这个过敏性疾病的时候，它的风险就越大。研究发现，若是一个学生囡仔有2种以上过敏的症状，得到过动症的风险是一般囡仔的2-3倍。若是贫血等4项风险因子的数值拢无正常，安尼得病几率是6-7倍。进一步分析，过动症学生囡仔的菜色、果子含蛋白质摄取拢较偏低，特别介意高糖、高油类的食物，尤其是加工食品，定来看到的无机磷酸盐摄取量嘛较偏悬。他血液里的这个无机磷酸盐很高这是大概是这样 ADHD 的研究里面首度有这样的一个发现。甜饮料，还有各种加工食品，甚至生鲜肉类，如果要让它看起来饱满都可能有经过这个无机磷酸盐的处理。别个研究嘛显示，62%过动症的囡仔有鼻炎、鼻仔过敏，比一般学生囡仔悬出将近2成。学者认为，加食菜色、全谷类等抗发炎、营养丰富的食物，避免食烘的、高油甲高糖的物件，对改善过敏的症状有帮助之外，嘛有机会会当控制囡仔过动的症状。后续会继续研究，期待未来会当找到预防、诊断和治疗过动症的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东县趁hiệu热举办1个半月热气球的嘉年华，到甲站规站断落。台东县政府统计讲，今年参加嘉年华会旅游的人阵，比较去年成长5%，估计突破100万人。不过旅游业者嘛烦恼讲，9月过，台东各饭店订房间的比例已经落50%落来，
望讲县政府会当加强宣传，带动秋天甲冬天这两季，大家佫愿意来台东继续佚佗。8月12日暗时，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官方最后一场光雕音乐会伫独家高台真水区的结束。20粒热气球配合烟花秀，和天顶祝甲金刺刺，现场总共有6万外游客来参加。县政府讲，过半月热气球嘉年华会正式来结束，今年估计来看的人超过100万人遐济。再加上我们8月16号的加演场跟8月24号的延后的大舞场次，有可能上看100万人次。热气球嘉年华结束，人嘛渐渐变少。台东县观光业正式进入秋季，9月份订房率已经达到5成左右。业者希望秋冬旅游会当设更较好的行程，甲人客城入来。所以我们当然台东的业者都会希望说有更多的活动可以让这个客人知道，然后来台东。今年度我们培养大概有70位的导览的星空的老师，那希望大家多多来报名。那我们希望说9月份来帮大家来做最美星空的导览。台东观光旅处表示，台东县阁有上水天星的天甲厝影的优点，嘛配合观光局设的秋冬旅游补助方案，规划更较侪体验旅游的行程，请观光的人客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香港抗议反送中的民众将香港机场洗甲吵，嘛影响到桃园机场要飞香港的飞机纸。昨甲今仔日拢总取消75班，有1万名的旅客去误着。香港机场透早已经开始正常作业，拍算桃园机场这边一寡飞机班到中昼，嘛会正常起行咯。航空公司服务柜台头前摆甲长路路一排，等要该航班的旅客，受到反送中示威者踏满香港机场暂停营运影响，桃园机场一早也客满航班，受到影响的旅客，有的旅客甚至前一暗就到机场过暝。他说要明天，但是我们买了去另外地方再转飞机，可能还在确认一些事情，反正到现在还没发，所以就有的人是搭9点半的飞机，他就叫他们过去，然后他们改到6点半，然后有的就是叫他们过来排，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场询问以后才知道的吗？对。那有很开心补上这一班吗？应该是吧。昨天晚上这一班就停飞啊。香港机场虽然一早已经恢复作业，不过受到12号下晡4点开始全部航班取消影响。桃园机场13号有5受影响航班，也有35架次，有客机出境16架次，入境15架次，以及货机部分出境4架次。这35个航班里面，除了4班货机之外，入境取消的客机有15班，出境取消的客机有16班，受影响的人数大约是6200个人左右。机场公司表示，因为香港机场已经开放航班申请起降，各航空公司也放大机型，尽量疏运旅客。中昼左右，航班慢慢恢复正常，不过也提醒要坐飞机到香港的旅客，出发进前先向航空公司确认班机上新动态，避免行程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昨香港反送中抗议的人士会将飞机场煎甲甜，就是要抗议警方起卡动手过头行役。另外，林郑月娥香港的特首阁开记者会，目屎干咧，讲已经进入紧急的状况，伊嘛问市民敢忍心将香港车落万底深坑碎骨分尸。不过，这个话，哪像连在场的记者都听袂落，干那一再要求伊，都要追究警方的责任，这较有影。出境柜台零零清清，未少旅客无奈等待，因为13号下晡，香港万人进入机场就会抗议，机场宣布班机全面取消，未少旅客滞留到早起，也对这摆示威秩序关机场反应无同。I understand what they were doing, but I think the way that they've done it is they could have been a little bit gentler on us, I think. Hopefully to, things get better and everyone gets, safely home. 经过香港机场官方网站显示，早起6点开始实施重新编排，也慢慢恢复航班。不过部分航班也是取消，特别提醒旅客到机场进前要注意上新的资讯。下晡示威者也暗算，各到机场集会，反送中继续进行。自811警方冲突了后，特首林郑月娥
早起伫行政会议进行开记者会，发言一度后甜，表示香港已经进入紧急状态，700万人的安居乐业无法度继续落去。大家係咪忍心將佢推落去？呢個將會係粉身碎骨嘅深淵。人大外務指出，香港即馬出現大規模惡意破壞行動，癱瘓機場、攻擊警署等，讓香港社會陷入混亂的局面。批評這行為無法治的存在，不過對受到槍支攻擊、目睭受傷的女性是表達關心。讓我哋嘅經濟，儘管喺外憂內患之中，都能夠有一個復原嘅機會，係需要停止暴力。人大外務中心警隊是香港的重要指標，警方行為攏是為了維護香港安全。不過因為回答這些真濟擺被記者拍斷，記者再三追問，人大是不是有撤回倒翻條例自主權，伊也無正面的回答。記者綜合報道。咱来讲，顶日啊，有几两間按台灣起家的手續地發表聲明，承認一個中國，引起風波。昨早日，閣有中國嘅網友將國際出名的服裝甲卡蠓嘅大牌子攏調查出來，講意大利嘅 Versace、美國嘅 Coach， 閣有法國嘅 Givenchy， 攏將香港列作國家。其中 Coach 甲 Givenchy 嘛將台灣列作是國家。結果這三個大牌子，所以攏已經佇咧網絡公開刊文章回釋咧，因強調講會尊重中國嘅主權。穿名牌凡赛斯的彩色西装短裙，美国歌大小天后泰勒斯12日出席伫加州举办的美国青少年评选奖的颁奖典礼，伊得到5项大奖，打出就真受大家欢迎，马上拢抢咧要甲伊翕相。不过中国的网友看了是真无欢喜，伊伫微博面顶表示要集体退出泰勒斯的颁奖团，原因就是因为伊穿凡赛斯的服装。Fashion brands Versace and Coach have become the latest foreign brands to spark anger in China. Italian luxury label Versace apologized on Sunday after one of its T-shirts was widely criticized in China. 从顶礼拜日开始，小连续有真侪真有名的品牌，像讲凡赛斯、Coach、纪梵希，去互中国网友抵制，因为这几个品牌旗下的 T 恤图，甲香港、澳门列做国家。Coach 甲纪梵希旗下的黑色 T 恤，嘛甲台湾列做是国家，去互中国网友来攻击，认为这个品牌挑战一中的原则。而且品牌中国代言人女星杨幂、超级 model 刘雯、TFBOYS 的成员易烊千玺，拢批评品牌支持港独台独，发表解除合约的声明。向抵制三大品牌拢赶紧出来背会，伫社群媒体面顶发声明回释咧，表示讲绝对尊重中国的主权，会甲商品落价毁掉。不过反送中即趴火烧起是上款的风波，可能短期以来未结束。12日本运动品牌亚瑟士的官方网站嘛，因为甲香港、台湾列做是国家，叫互中国网友来抵制。亚瑟士嘛已经伫官方微博发表声明回释咧。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蔡英文总统今仔日早起，搁再一摆声援香港的人民，搁呼吁香港政府坐落来听人民的心声，诚心诚意来甲人民互相沟通，看有法度甲代志切合直幕，安尼才是头路。一个年轻的医护人员的受伤的事情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不舍所以我们也希望香港的当局可以跟这个香港的人民能够坐下来沟通能够对话。中国方面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作为总统，作为国家领导人，必须要站出来讲清楚一国两制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让中国不要误判，让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态度不要误解。针对于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伊的中国政策，那亲像是啉毒酒咧挤喙焦。蔡总统嘛强调讲，伊会尽拼力维持两岸的和平，不过嘛坚决反对一国两制，绝对袂互台湾的主权一点一度去互中国吞食去。咱来看下台北市长郭文哲，伊捌讲郭台铭若确实要选总统，伊伫咧中国的财产无才调解决者，定着会变做是上界大的破拍。佮讲着郭台铭甲王金平两个拢还袂宣布要脱党，嘛无讲唔选呢，无因敢是伫咧等换阿跳迄出旧戏，佮再重演。是讲4年前的当事人洪秀柱，伊是讲，若佮再安尼生真情换将，国民党的选情罢免会无乐观。
2020总统大选，郭台铭、郭文哲和王金平三方面的势力关键变数袂当看轻。台北市长郭文哲前2天和郭台铭见面的时阵，就捌讲：你爱选赢，大家才斗3天，若无会互你害掉，阁会互蔡英文清算。郭文哲强调，郭台铭伫咧美国和中国的事业一定爱解决。郭董如果要选的话，你知道，我猜的哈，民进党贴他标签，一定贴他董建华2.0。就说，这个是一个哦，因为他还是有庞大的资产在中国，这个是他要去怎么去跟社会说明处理啊，不然这个就变成那个打选战最大的罩门嘛。可能会先对于中华民国以及目前国家所面临的情势，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跟选举完全相关。2020大选，过关王选也唔选，哪里定赢拢真关注。郭文哲前2天上电视专访，讲到韩国瑜，伊讲能力会当是后天训练，但是品德真困难。和我嘅解读是伫咧考试韩国瑜的品德有问题。不是，我只是在说我的个人的经验，只是好像是认为韩国瑜的品德部分好像有一点。我跟你讲，这个请大家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啊，这个穿凿附会。所以我在讲我的经验 ，OK？ 除非韩国瑜自己说，哦，他看这个氛围，他觉得他感觉到选不下去了，所以他就不选了啊。只有这一个，其他要换是绝对不可能的。是没有说不选。那是不是他们在等最后韩国瑜不能选？也没多久时间了，就要用征召的方式。洪秀条表示，一旦换条事件搁再发生一届，2020总统大选对国民党的选情绝对是无乐观。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咱知影讲即当阵总统大选，谁要选谁唔选？媒体定定一句话，讲有做三卡都。即句三卡都，即个都要安怎样解说？国政啊，今仔日讲，互你大家来参考一下。即个都，就是讲解说叫做面对，解说叫做应战。简单讲啦，讲警察放催泪弹，咱为着咱的自由甲民主，嘛是爱行上街头，目屎干的甲伊都，甲伊应战。就亲像有一条台语歌，大家拢会晓唱。讲身穿花红长洋装，风吹金发丝情郎，上郎尊何往，阴信全无通。伊是行船渡风浪，就是即个渡，就是讲风浪较大，咱嘛着爱甲伊渡。讲到三卡都，我想着讲，较早我捌看有一个庄头咧选乡长，真正着三卡都。结果咱嘛知影讲，抽口啊抽号码，拢爱讲好听话。即三个内底，头一个抽的是一个女性候选人，伊去抽到2号。伊见面对说着讲，抽到2号当然是双喜临门，拜托大家多多支持。换第2个，伊落去抽，手骨伸落摸起来，3号。人安怎样讲？你敢知？伊讲抽到3号，三卡都就是三国归一统。啊，剩的即个免抽啊，即个就是1号啊。媒体甲问讲，啊，人讲三国归一统呢，啊，你安怎应？即个说讲三国归1号统。你甲看讲吼，抽号码。讲即个好听话，看偌趣味。啊，为什么大家拢会讲三国？因为歌戏、布袋戏内底，台湾人三卡都对着过去的历史了解上深，就是《三国演义》敢无影？尤其《三国演义》一幕一幕，迄个镜头拢真明。你像讲刘备，本来甲东吴借荆州，到尾啊，本来是要安赢才济，规个煞毋行人，煞真甲人占荆州。就如较早歌册内底四句联黄鹤楼就讲。讲吼，前走先野去翻城，所在招人请人惊，借大荆州煞占领。刘备你专无照早约束行，啊若以台湾话白话来讲，借荆州占荆州，即句较斯文啦。台湾一句话讲，豆油借你运啊，连猪仔都甲我捧捧去。你捌听即句话无？无毋对啦。啊若听了佫较直咧，听了佫较白咧，豆油借你运，豆油猪仔你是怎甲我捧去？这就叫做啥？或者食人教教啦，这台湾俗语，甲《三国演义》的历史拄啊相牵连。啊，三国的精彩，就因为讲形形色色无共人的形象。你讲看到白面的曹操，就知影讲这奸臣；看到红面的关公、文殊公，就知影讲这忠臣。啊，若看到孔明咧，无毋对，足智多谋的孔明先生，头拄啊国政咧讲周瑜咧赢，周道独讲。刘备你借大荆州煞占领，全无照早约束行。
啊，就互孔明赢甲会赢，赢甲袂赢咧。讲到孔明，国情做一个谜猜，来要一字，互你答看卖哦。高怀六徛得，老毕问孔明，孔明想3日。足地道庙的孔明，高怀六徛得，竟然会想3日，互你要一字。国情啊，小甲你点拄一下。这孔明想3日，甲3工是无共哦。国情啊，3日就3工啊，天天啊伫遮就无共。要这字，高怀六徛得，孔明想3日。啊，搁刷落来，我要甲你报道的新闻，嘛是互人想真无的新闻。2014年，乌心肝油消息一直变，消基会有替消费者控告正义公司低油这条案，一审判讲爱赔40万过5000。这条案上诉了后，伫咧审理的过程中，有224个已经倾要和解，剩33个继续要告。今仔日2审宣判，其中有19个人得到拢总95000的赔偿。毋过消基会伊就是想拢无，伊讲哦，讲起来合议庭安尼裁判，算起来还是过头保守啦。2014年乌心油风波吵闹一时，消基会帮消费者拍民事官司，提出国内的集体求偿的案件，其中正义低油案资本有295位消费者对正义和美全等厂商求偿3600多万，一审法官干那判正义爱赔偿40万5000块，消基会不愿提起上诉，但是2审的过程当中，224个人愿意和正义和解，剩33个人继续求偿。2审宣判，对家判赔7万1。只有19个人，总共被判赔95000块。认为说他们并没有举证到这个，他们确实有使用到这个食用油，可是到2审的话，他们确实已经有尽到这个部分的一个举证责任。那另外在赔偿金的部分的话，原审他们认为是3000块钱，我们认为是总共可以每一个人可以请求到5000块钱。2审判决，美全和美丹等厂商被判免赔。美全的委任律师认为，判决结果真合理。我们认为说，味全公司，当然我们是跟正义或是强冠、鼎新购买油品嘛。那味全公司在购买油品的时候，已经有尽到相当的注意义务，跟合于当时合理期待的安全性，然后有尽到相关的请第三单位做到检验，然后所以。针对甲油的部分，我们也没有办法透过第三单位来检测出来，所以认为说我们并没对这个甲油事件并没有所谓的故意过失这样。但是消基会指出，2审提出的求偿金额加起来到378万元，但是即马只敢得到平均每一个人差不多5000块的赔偿金额，和消基会认为判决结果太保守。我们一直认为说，在这些食品案件来看，在法院对于消费者的赔偿的金额的部分都趋于保守。好，那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也都很难了解到说，消费者吃到这些东西，没有生理上的及时反应的这些损害，但是对于他的心理啦，还有他未来的发展的这些身体的一个变化，其实是没有办法预估的。消基会主张，消费者真歹记证食到乌心油的迄当时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款影响，但是买到买油嘛是对当事人造成也唔知影的损害，会建议是不是要搁再提起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阿根廷啊。阿根廷即个8月12举办总统大选预先投票，争取连任的自由派总统马克里票开出来，刷输左派反对党候选人甜甜。目前看起来，对方有可能伫咧10月总统大选头一坎的党票，就会直接选赢。这嘛代表讲，过去地属阿根廷国家散车，迄款左派贯穿咧运用干涉市场的政策，会搁再班师回朝。因为预先选举的结果，阿根廷的股市嘛已经切一个落3成落去了。受到西方国家信任执行准则改革的总统马克里，第12个总统大选预选敢若摕到32%的票排第2，连任的路若像无希望，引起市场不安。阿根廷国会市场搁落要3成，马克里先前讲选到今摆嘛就抓要20月份的大选，甲连任赢倒来。problema mayor que tenemos hoy los argentinos es que la alternativa al gobierno, la alternativa kirchnerista, no tiene credibilidad en el mundo.
Es algo que yo se los vengo contando hace 3 años y medio. 注重市场经济马克里3年半进前赢得总统选举，接下左派总统基辛纳阿姆长期轮流执政，国有化等等干预政策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改革的路真正是真歹走，目前国家通膨要到5成以上，搁一摆甲国际货币基金来纾困，减开销引起民众生气。左派批评主义搁一届趁机会撑起来，总统候选人爱无拖讲大声话，答应退休人士免费的医疗。 台湾港资退休金等等民粹政策，搁找前总统费南德兹基辛纳做副手。虽然基辛纳第2个任期有贪污案的官司，啊，毋过人命哪像无要紧。这个组合伫预算得到47.6%有效票，可能伫10月大选第1轮投票就过关。这嘛代表过去改革可能就要放水流，这无违约，金融危机的风险增加。Sería muy importante que la oposición empiece a dar señales de cuál va a ser el gabinete económico y cuál va a ser el plan. Sería muy importante justamente. Por lo que decía antes. 根据阿根廷选举的规则，伫10月份第1轮总统大选的投票当中，若是领先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得到40%有效票，而且比排名第2的组合加在100分点，或者是得到45%选票以上就算赢。巴西右派总统波索纳洛国，若是马克里连任失败，反对党重新摕到政权，阿根廷会变做另外一个委内瑞拉。而且巴西嘛无希望看到阿根廷的人走去巴西南部来避难。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全世界这当阵，毋但香港伫咧拼反送中，俄罗斯反对政府的抗议也已经连续5礼拜。政府当局昨就警告伫网络顶头国际公司Google，要求因将手下 YouTube 频道直接播送民众抗议的内容，拢关起来。若无，就讲要采取严厉的手段。啊，另外前几日，伫咧俄罗斯的首都抗议的过程中，有一个女性去互警方拍甲流血流地。 嘛，互人落着镜头，全世界是看甲心惊胆吓。有人当中，这个查甫人和2名后边的员警插离开示威现场，其中1名员警向出手拍伊腹肚。这段警察拍人的画面，由5个1名的歌手抛弃网络了后，遂引起高度关注。民众拢真生气，指控各国警方对示威民众过度使用武力，嘛更加引起美国和欧盟的关心。 这段画面是8月7日伫莫斯科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当中所翕的。互人拍查某人是一个26岁的女统计员，动手拍人的警察嘛已经互人指认出来，但是各国当局否认警方过度使用武力。莫斯科特别伫9月7日举行市议会选举，嘛被看作是2021年国会大选进程的镇压。但是普廷政府却取消2名反对党和独立参选人的参选资格，引起连续第5礼拜的反政府示威。除了莫斯科之外，反政府示威遍地开花。示威的民众要求公平选举，结束独裁政府。7日伫莫斯科的集会已经突破6万人。 是2011年抗议选举备案以来人数上介济一届。Создали такую ситуацию, когда люди уже просто не могут терпеть беспредел. 各国警方自7月底示威爆发以来，已经逮捕超过2500个人。不少参与示威的民众和警方拍，目前已经有人拍算要甲政府提出告诉。但是俄国的通信监督局12国再对美国的 Google 发出警告，要求旗下 YouTube 频道停止向用户直播非法的大型集会。若是 Google 要配合，俄国当局会用干预俄国主权、妨碍民主选举的理由，采取严厉措施。 各国伫2018年10月，已经因为无依法删除部分走错结果，罚款Google差不多24万台票，嘛更加凸显普廷掌权满20冬，有关严格控制言论自由。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金门，金门这明朝的进士单建的医官墓，这是固定的古迹。墓前石狮100公斤重，煞放偷墓去，消息2天，人个墓倒转来。 警方也已经查到嫌疑犯，顶礼拜有传离到案说明了。伫金门的国定古迹单建的墓有463年的历史，是明朝的古墓。无想到讲，墓前一只超过100公斤的石狮啊，伫8月初3发现向头提起。文化局科长讲，这种함果的盗墓行为是头一摆听到。从没有发现过说，墓的那个物件被偷走嘛，哈，没有这样子。那他们是民众担心说他们风水会被破坏啦，这个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传说的禁忌这样子的。
好佳在才过2天，初5就伫咧望远的入口发现石狮，警方随锁定险关，初6传唤到案来说明，专案移送地检署侦办。险关的小想这对石狮啊，可能是因为单间的网历史的价值，这是民调的证书，单间的医官网是金门保存了上完整的明代文官网的形制。2000年过关，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得做决定估值。陈建木。陈建他是我们阳仔人，然后他的父亲父以子贵，啊，阳仔惠山寺前面那边也有一个恩农坊，好，但是就凭陈建，因为他也很年轻，也当了举人。这阵判件佮找回来石狮，初10进行安葬的仪式，正作为用地的记录，拢出席祭拜。趣味的是，有村民特别准备乖乖来拜石狮，希望伊食了后会当乖乖啊过梦，唔通过黑白走。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花莲有一间便当店已经80档咯，这月日的月底要结束经营。头家讲家己真有货啊，下底啊吼，无人有意向要搁继续做，无奈才会结束经营。按照咱来看出讲，花莲地区真侪这个老店第2代拢袂要搁接手，传承确实有问题。花莲市中山路甲中华路路口附近这间九寿便当，是伫当地开上过老店。附近民众只听到将要伫这个月结束营业，未少的老顾客拢逐工来买便当。会觉得可惜啊。对啊，我他的牛肉饭我非常喜欢吃。非常喜欢吃。九寿便当是1937年开幕，上早伫玉里火车站头前，1959年搬到花莲市。生意上好时阵，一天营卖出8000个便当，即嘛景气无好，第2代头家也已经66岁，因为健康问题决定结束。年纪也大了，想说啊，就急流勇退吧，就是趁着8月31号之后就打烊熄灯了这样。当然是舍不得，可是没办法，时机就这样子啊。以身体健康为最重要的。第3代因为拢伫咧外地食头路，无法度接这个80年老店，也显示花莲地区真侪老店拢有少年人无伫身躯边的问题，加上经济无好，生意无好做，所以也只好接受。下一代没有意愿缺，我们总是要有这么一天，对，就是要让自己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啦，就是退休下来。九寿便当开到8月底就会关门。看到黑白相片，想起当时的欢迎，业者也真唔甘。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云林高溪麻竹笋这站大出，不过介绍真歹。顶一日咱有报道讲，农委会有提出补助的方案，不过有农民讲，有的加工厂专无照约束行。农委会顶一日第6摆去到高溪开会，连加工厂都叫来，甲农民保证讲，8壳的笋啊，一斤会收到12块足。大壳的笋啊，原来会收到8块半。即摆云林高溪麻竹笋大出，也毋过介绍说，互农民要靠无目屎。挂开麻竹笋产地价1斤落甲剩5块半到7块。农民讲连采收的工钱拢无够。农委会虽然提出补助的方案，也毋过农民指出，有的加工厂根本无照公告来行。顶两工啊开会，咱单主笔来，伊都讲7块，摊笋7块，才有拿补助，咱政府补助1块半。起码买到5块半6块尔，迄都根本无达到补助的标准。因为加工厂买的介绍都毋是咱定的迄款介绍。云林县府指出，云林县笋仔种植超过4000公顷，面积佮产量拢是全国第一。农委会为6月到8月已经到高溪5摆，这摆会议也邀请到加工业者来参加，向农民保证8壳的麻竹笋一定会收到12块。哦，就一定买10块，过来就是讲一定甲农民补2块，伊农委会再补2块，安尼就是一定保证你收到12块到。去壳的部分呢，从7月26开始，每公斤收12块；带壳的部分从7月5号开始到现在，每公斤收8块半。这个政策的措施一直实施到我们9月底。这样的话，可以确保整个麻竹笋的价格会在一个稳定的水准以上。顶摆和县府配合的加工业者，干那1斤，即马拢总有7斤。有加工证明的农民团体，会当来收购，收购无限数量，会使到9月底。万会当稳定笋仔的价格，农民慢慢行心火，会帮水流。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屏东科技大学新锐高等教育机关嘛，忙要替高中高职的教育出条力。
因顶日特别举办高中、高职学校的老师参加的校热的训练营，或者无人飞机考执照的培训班。原因就是因为明年开始运用200公克以上的无人飞机，你就要注册登记。若有在调去控制1公斤以上的无人飞机，定就要先来考执照了。这几档想要发展南球的屏东屏英高中，拍算引入无人机来提升训练的效果。那我们希望发展出第一个推广无人机，看是不是在从上面往下拍的角度来看一下，教练对于我们这些运动员他的那个各个跑位啊，或者是防守啊、攻击等等，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屏东科技大学举办高中职教师暑期研习营无人机考照培训班，嘛有大学教授甲想要考照的民众来参加。所以说，我也很希望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老师，其实都能够顺利取得这些证照啊，然后应用无人机，然后进行地理方面的调查。无人机的使用范围真宽，通配合个人的需要来发展。班长咱用无同的角度做代志，看世界。像空中翕相机，嘛是其中一款。từ即摆的天较热疫情，空中翕相机就通对空中人看袂到的角度来看。要到位需要加强防治。交通部规定，自明年开始，250公斤以上的无人机要注册登记。另外，若要操作1公斤的无人机，要去考照，而且配合无同款的机型，有无同的考照项目。和真侪领域在使用无人机的时阵，嘛都要注意飞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南投鱼池东光社区遮，真侪老大人，社区嘛特别开课。教内底庄仔内遮的时代学太苦，互因骹手会动，头壳嘛对咧震动，安尼较袂老。练习拍鼓，社区的时大人每一个礼拜拢会来上课，这是伫新城国校蔡校长的指导之下所安排的课程。礼拜啦，反正运动骨甲运动者佚佗，这安尼听着心情足快乐的，足好诶。伫拍鼓的过程内底，时大人毋但会当活动筋骨，骹手更会当共时阵运动，毋但对伊身体健康有帮助，更会当为趣味的拍鼓活动内底，感觉家己有成就。阮也有教人师啦，师拍鼓拢嘛，大家拢足够拍哦。你大概嘛拢有出去表演，会真爱来无？爱喏，爱好。我开始到即摆咯，大家嘛来。他们很有兴趣，一方面练太鼓买单后因的手腕比较柔软，都因的脑筋因为爱到记些鼓点，所以脑袋也会活化得更快。东港社区配合县府的计划开办太鼓班，今年是第3年，每一年拢会有新的学习课程，除了原本有的拍鼓，更有练习跳舞的运动。除了打鼓之外，也有设计一些舞蹈的动作在里面，一些道具在里面所以呢，今年的话的这个研习方式会比较不一样。为多元丰富的课程内底，社区的时大人嘛会当得到关怀甲照顾，更加重要的是会当减轻老化程度，互因更加欢喜过日子。记者综合报道。接来咱来看日月潭有业者配合暗暝准者出棚的新活动，推出海贼市啊，表明讲你免炸银票，只要手提脑夹，就是现代款的汤仓，就会当甲遮炒海贼鸡仔的店头烧换食面，过程是真趣味。今年向热南投县政府伫日月潭举办夜行的活动，游客坐船来到码头，远远就会当看到海贼形造型的灯，都有业者做伙伫遮创一个海贼市啊，希望会当创造日月潭的新风潮。来，海报拿出来。有这个吗？几个？8个。没有那么多。5个就好了。4个。这一次的文算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们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以后就是拿我们的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叫做什么？海盗币。来到我们餐厅来这边用餐的话，就可以换到1只鸡哦。民众伫即摆的活动内底，大家拢打扮做海贼，用特别的造型来佚佗，互人感觉真新鲜。那这个海盗市集呢，我们主要就是以东西来换东西，或者是说我们用牛轧糖来换取，就是商家们提供的物资等等的。对，那我们希望能够创造
南投县南投地区的商家有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个活动结合，然后创造日月潭夜航活动的一个新风潮。海菜车仔用汤仔做钱，民众摕汤仔就会当直接甲配合的店头换物件，实在真趣味，体会唔是用钱买物件的感觉。我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我们所换取到的这个牛轧糖，我们全数都会捐给南投的家福中心。业者用创意推销这个海菜车仔的活动，除了吸引观光旅游，卖汤仔赚到的钱，全部拢会捐予南投家福中心。活动好耍以外，还会当兼做公益。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各地头详细气温。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上低24度，上悬26度；南部上低25度，上悬27度；东部上低30度，上悬34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